政府大力發展北部都會區，天水圍區內多個商住項目有待落成，前景無限。今日要介紹嘅物業係天水圍天秀路8號天一商城地下9號鋪，建築面積約456平方尺，門闊約13尺。物業鄰近港鐵天秀站，可與周邊商戶共享協同效應。附近民生商店林立，適合街市及飲食等民生相關行業進駐。區內近年多個屋苑入伙，人口眾多，消費力強大。天水圍未來將有多個商住項目正在落成，提供超過165萬平方尺商業樓面以及多個住宅項目，預料將帶動區內就業，進一步提高消費能力。商場樓上嘅酒店項目亦即將轉型成青年宿舍，必定增加年輕消費群，有利附近零售商戶。如對物業有興趣，歡迎聯絡美聯工商鋪。